呢個 Reels 喺 IG 有過30萬嘅 Reels，過萬轉發，連阿 Kate 都 like 咗。佢嘅詳細行程終於嚟啦。烏茲別克咧係亞洲中部嘅陸路國家，俾呢一堆國家包住，所以通常跟團咧都會一次過去晒中亞5國。但係我都唔知等到有咁多假要等到幾時，所以咧決定淨係去咗烏茲別克先。去嘅城市咧包括咗佢嘅首都 Tashkent、薩馬爾罕同埋布哈拉，total 6日至7日左右。點解會揀呢幾個城市咧？咁就要用 ChatGPT 咧快速了解下呢個國家嘅歷史。烏茲別克係古代絲綢之路咧好重要嘅貿易樞紐，特別係呢兩座古城薩馬爾罕同埋布哈拉，以前就已經好繁榮。之後咧佢係由呢一個鐵木兒去統治啦，佢就喺薩馬爾罕建國嘅，所以呢一個 city 咧係好多好靚嘅清真寺同埋宮殿。之後咧佢就俾俄羅斯統治啦，同埋進入呢一個蘇聯嘅時期啊。咁所以當地人咧除咗烏茲別克文之外咧，都會識俄文嘅，係佢哋嘅第二大語言。不過普遍服務業咧都會識簡單嘅英文。但係如果你去問路啊，同當地人傾偈啊，咁就有機會要用 ChatGPT。喺蘇聯時期咧，佢哋嘅宗教受限制啦，推行呢一個世俗化，所以雖然90%人口都係穆斯林，佢哋喺街上面咧包頭嘅人係好少嘅。咁而入清真寺咧都唔需要包頭，所以影啲相出嚟係靚好多。當時就推動呢一個工業化啦，所以咧就喺地勢比較平坦嘅 Tashkent 起咗地鐵。咁烏茲別克獨立咗之後咧，都好順理成章設 Tashkent 做首都。我哋嘅飛機來回咧都係經 Tashkent，中間經印度或者北京轉機咧，大概都係要大半日左右。喺呢度留10日以內咧都唔使簽證，海關會問你拎翻個回程機票嚟睇。夜機到 check in 咗機場附近嘅 courtyard，我哋第2日咧就即刻去咗超靚嘅清真寺群，佢係收藏咗最古老嘅可蘭經手稿，天氣係超級辣，仲要係冇雲，點影都係咁靚。咁有時間嘅話咧，可以去埋另一個離市區遠少少嘅清真寺，佢有個紀念廣場咧，係紀念呢一個鐵木兒啦，咁就有啲似呢個金紫荊廣場，要經過嘅話都可以到此一遊一下。如果淨係夠時間去一個博物館嘅話咧，我就會推薦佢哋嘅國家藝術館，睇到佢哋一啲傳統嘅藝術啦，刺繡啊、油畫呢啲。咁當然呢度嘅裝修亦都係一件藝術品，打卡係好出色。而想了解當地人嘅生活咧，一定要去行下佢哋嘅街市啊！呢一個係超靚嘅市集，有個好華麗嘅圓頂，下面咧係真係賣緊唔同類型嘅濕貨，當地人都會喺度買餸，仲有香料啊、麵包啊呢啲賣。Tashkent 嘅景點都係可以搭地鐵去到，跟 Google 行就得。入閘咧拍呢一個 Visa 或者 Master 卡啦，佢淨係扣過2蚊嘅港紙咧，你就可以遊地鐵河。每一個站咧都有唔同嘅主題啊，簡直係成個博物館咁。有幾個站我都推薦嘅，包括咗呢一個以太空為主題嘅站。好重嘅蘇聯風，另外咧仲有一個 Tiffany Blue 加好靚圓頂嘅站啦。不過呢個站就好 busy，影相冇咁容易。咁另外你哋搭地鐵嘅時候都可以隨機見到邊一個站靚就落去影咯。我會將覺得靚嘅站咧都加落去我嗰個 Google List 嗰度，大家可以參考下。咁除咗搭地鐵打卡之外咧，我哋其餘嘅交通都係用當地嘅 call 車 app Yandex.Go。5日入邊24程咧都係搭咗200幾蚊港紙，平均一程係10蚊港紙，超平。不過就記得預先喺香港咧做咗個 SMS 驗證先。想買嘢嘅話咧，可以去佢哋嘅 City Mall，大 brand 都基本上有齊，最緊要係有得行佢哋個超市。烏茲別克嘅兩餸飯，個戶外嘅商場咧叫首爾門，真係有條漢江喺中間，都幾靚，同埋好多餐廳嘅選擇。我行到攰嘅話咧，可以坐下咖啡啦。烏版嘅 Starbucks 就叫做 Bon， 坐得好舒服，同埋佢哋有出自己嘅朱古力，可以買嚟做手信。之後我哋就搭去另一個城市薩馬爾罕，要2個半鐘，可以預先買定連接城市嘅火車飛。download 佢哋個 app 啦，直接 online 買完之後咧 print 埋個 PDF 出嚟就最穩陣。都係預早時間去火車站做安檢、揾月台，咁其實同你去日本冇分別嘅。咁薩馬爾罕咧比起 Tashkent 會多咗歷史嘅氣息，我最中意係呢一個廣場，完全係1001夜嘅感覺。佢有3座伊斯蘭嘅學校啦，當陽光照落去啲瓷磚度嘅時候咧，成個廣場係發光咁樣。佢嘅夜景係仲更加夢幻。雖然影人像唔係好靚啦，但係你可以影個剪影，好似我咁樣去轉圈圈，真係勁靚咯。咁而中間你等緊夜景嗰時咧，可以去附近嘅一間餐廳啦。佢嘅天台咧係影到其中一個圓頂，跟住黃昏去影相咧係好靚咯。咁而食物質素亦都好高。另外一個必去嘅景點咧就係呢一個活王陵啊，亦都係鐵木兒家族嘅墓地啦。但係其實係一啲都唔陰森，係好靚噶咯。佢成條街都係藍藍綠綠咁樣，陽光打落去咧又係好似寶石咁樣。咁而且每一座陵墓咧都有唔同嘅設計啦，入邊嘅墓室亦都好靚咯。所以喺呢度行都有排行。咁我自己就最中意呢一個拱門咯，佢係閃閃令咁樣。咁夜晚再翻嚟嘅時候咧，啲燈光打落去咧，又係另一種感覺，甚至乎有一種盜墓嘅感覺咯。咁呢一個就有人陪會好啲啦，唔建議自己一個人去啦，因為真係冇乜人嘅。我哋夜晚仲去咗另一個陵墓咧，係安葬鐵木兒本人。佢嘅建築風格係融合咗波斯、蒙古同埋伊斯蘭建築嘅元素。夜晚影落去又係好靚，個保安長好 nice 咁樣教我哋咧，影邊啲角度係最靚咯。入去佢哋嘅室內咧，又係一定要抬頭望佢哋嘅拱頂啊，係有啲咩靚嘅裝飾，又係一個好震撼嘅建築物。咁中間你等影夜景嘅話，又係可以去附近有間fine dining嘅餐廳啦。呢間又係又靚又好食，推薦推薦。咁最後咧，仲去埋另一個清真寺。呢個清真寺就日頭去會靚啲嘅，佢係以鐵木兒嘅老婆去命名啊。佢比起 Tashkent 嘅清真寺咧，係會巨型好多，又係睇到嘩嘩聲。明明個樣都差唔多，但係都係覺得點影都係影唔完嘅感覺咯。咁而我哋喺薩馬爾罕咧就揀咗間精品酒店，佢淨係個大堂同埋 public area 咧已經有排打卡咯，有一種摩洛哥嗰啲酒店嘅感覺。佢間房就唔算好大，但係咧浴室就好靚。打開個露台窗咧，又係可以見到呢一個超靚嘅中庭。而頂樓咧仲有按摩，仲有扎古馳，佢又會送果盤啊，服務好貼心咁樣，所以係超推薦。
喺薩馬爾罕揾咗2日之後呢，我哋就搭2個鐘頭嘅火車去布哈拉。比起 Tashkent 嘅現代化同埋薩馬爾罕嘅華麗呢，呢個 city 感覺係最淳樸，好適合你行咗咁多忙碌嘅行程之後呢，喺呢一個 city 慢慢咁樣散步。必去嘅景點包括咗呢一個 Lonely Planet 嘅封面，佢係有一個4座尖塔嘅清真寺，造型好特別。不過附近就淨係得呢一座塔，所以唔使預好多時間喺度影相。之後咧就可以去老城區嗰度漫遊，入邊最 signature 嘅建築物咧就係呢一座塔啊。佢本身嘅用途咧就係一個宣禮塔，即係會召喚啲穆斯林嘅信徒咧再過嚟做禮拜。咁當然之後亦都有啲軍事嘅用途啦。咁聞說當年咧蒙古大軍攻陷到布哈拉嘅時候咧，成吉思汗都覺得呢一座塔好靚，就話要保留佢，唔好整爛佢咁樣。咁不過因為佢其實好窄啦，而家咧都唔可以開放俾公眾咧上去個塔頂嘅。可以上呢一個布哈拉 Tower 咧去俯瞰成座城市啦，可以見到咧對面嘅一個布哈拉堡壘係以前皇室居住嘅地方，佢仲有啲駱駝喺度可以影相。咁另一邊咧仲有呢一個清真寺，佢嘅木柱設計就好精緻。有人可能會覺得咧睇完薩馬爾罕咁靚嘅清真寺之後，去到布哈拉會好無聊，但係咧其實有啲人都會覺得喺呢度節奏慢好多，會比較 enjoy 喺呢一個 city。咁喺布哈拉咧就1日已經好足夠啦。咁我哋回程搭翻火車去 Tashkent 咧，又係要4個半鐘。咁可以選擇繼續玩埋 Tashkent 嘅其他景點啦，或者直接飛走咁樣。最後就係一堆 Q&A 嘅時間啦，因為喺 IG 咧都收集咗好多大家嘅問題啊。首先咧就係關於治安方面啦。其實烏茲別克咧係少數安全嘅程度咧係比起香港排名更加高嘅國家，佢係僅次於新加坡嘅啫。咁但係有個好諷刺嘅原因啦，就係因為呢一個國家其實貪污比較嚴重，所以佢會 make sure 呢一個地方嘅犯罪率係低咯。呢一個係本地人親口同我講嘅，咁所以其實都係幾震撼。咁我哋夜晚都有出夜街去清真寺影夜景，影到9點10點咁樣。不過都係行大路啦，同埋我哋都係影完之後咧就直接 call 車翻酒店咯，所以係點到點，唔會喺街嗰度流連嘅。咁另外當然都係除唔好露眼啦，財物要更新啦，特別係搭高鐵啊搭火車嘅時候。有機會你喺條街度同佢哋對望咧，佢哋都會問下你嚟自邊度啊咁樣。呢一樣嘢係好正常嘅，唔需要覺得好驚慌咯。咁另外咧就係錢方面啦，咁可以喺香港咧唱定啲美金，然後去到烏茲別克咧再唱當地嘅貨幣蘇姆嘅。一如以往啦，喺市區唱錢嘅匯率一定係靚過喺機場唱嘅。咁現金主要係用嚟俾清真寺嘅入場費，我就淨係唱咗200蚊美金都夠用咯。因為一般嘅餐廳啊、supermarket 啊、買手信呢啲咧，全部都可以俾信用卡。不過佢插卡咧係要入編嘅，所以你同佢講係 tap 啦，或者直接用 Apple Pay 咧係最方便嘅。咁天氣方面，我哋11月去嘅時候咧就唔算好凍。凍死啦！不過之後如果係12月、1月、2月去嗰啲就會有雪咧，仲可以去埋 Tashkent 嘅雪場咯。咁 overall 使費方面啦，機票就係6000幾蚊，火車飛加埋呢個 call 車咧，大概700幾蚊人均，酒店人均3000蚊6晚。咁另外加埋景點嘅入場費啦、食嘢啊、手信啊呢啲咧，大概人均係12000蚊嘅。咁有啲位都係好豐儉由人嘅，例如你唔想去打卡嘅酒店，其實亦都可以再平啲咯。咁其實亦都可以選擇跟團咯。咁我就會推介 Travel 啦。你可以 WhatsApp 佢哋咧，同佢哋講要我嘅同款行程，咁佢哋會 suggest 俾你嘅。咁亦都可以視乎你會唔會玩埋其他國家啦。咁當然一次過玩多啲係會開心好多。我都覺得自己淨係玩烏茲別克唔夠。飲食方面會唔會食唔慣呢？傳統嘅烏茲別克菜咧會有少少刺身薑菜，佢主食咧都係以飯麵為主，肉嘅話咧就會係羊牛雞為主啦，當然就冇豬。佢嘅調味咧仲會用唔同嘅香料，好似孜然粉啊、藏紅花呢啲都係唔辣嘅，你就唔會喺嗰度食到豉油嘅味道。咁個煮法會係燉啊、烤或者蒸為主嘅。咁例如飯再加羊肉啦，再加洋蔥同埋孜然粉咧，就會係佢哋嘅國民菜手抓飯啦。咁而甜品咧都會用好多佢哋盛產嘅堅果，亦都有好多係俄式嘅甜品，好似蜂蜜蛋糕咁樣咯。咁不過隨住現代化啦，呢一度最多反而係西餐。咁食過呢度嘅意大利菜啊、下餐啊咁樣，其實都幾好食。以上嘅分享係咁多啦，如果仲有其他問題嘅話，就留言話俾我聽啦。去過嘅朋友，你哋有嘢補充嘅話，都歡迎大家 comment。希望大家都玩得開開心心，好好善用大家嘅 annual leave 去 enjoy your life。Bye。